风台按说明仔对南部登陆，台南进前因为丹那市风台灾情真严重，风台阁来咯，即马需要换新布棚的，就赶紧来替换。有的民众嘛先撤离到收容所，今仔早起后壁区公所的人员甲里长嘛一户一户劝民众先离开。啊，人因咧有信心的人就安尼讲。对。公所人员甲里长逐户去巡，因为像这间厝的厝顶还阁看篷布。 用链啊、甲砖啊、甲地地，巴肚边还阁吊几下链啊，增加重量，希望莫去互风台扫去。靠篷布查风热雨的情形，从7月份持续到今，即马风台阁要来，里长可劝因爱撤离。应该你的愿意，爱你吼，阮公所区长可能会特别注意来配合互咱的住户，甲因关心安尼啦吼。家属要对你了，过来甲咱用。很民俗啦吼。对。而且啊来就来，个来拍算啊，无多啊。但那是风台受灾户，厝还未修理好势，或者是要看篷布的原因真济。有的是厝内有时大过身，爱等对年；有的是排队咧等指定的工班；有的是无人大顶顶。故是伫咧咸水就有35户，后壁区嘛有78户。台南市民政局车站嘛请各区公所提出相关防灾的措施，包括换新的篷布。 甲民众刷去收容所等等的方案。看布棚的这些家户吼，我们会逐一的去通知。我们总共50几户，我们是逐一的去通知他。那如果真的是发生的风大雨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请他们依亲或是来我们公所的避难收容处所。另外，进前算断了真严重的7股西寮里，嘛量早准备物资甲收容的所在，甚至有的民众连茶水的房仔嘛拢已经踩好势。 我年岁较中老的迄，我拢拜托因事实先再入去市内，互风台过了，才接转来。台南市民政局强调讲，受到丹那市风台影响的47800多户，已经有9成修理好势，或者是进入中建的阶段。若这要看篷布的徛家，请各区都要加强宣导，要固定好势，嘛检查排水的设施，以防风台来的时阵，搁一届发生灾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